歡迎大家嚟到福片中國教會粵語崇拜。今日同平時有啲唔同，可能你而家瞓喺床上攞住手機，又可能你係星期日晚同屋企人坐喺大電視睇重溫。無論點都好，我邀請你同我哋一齊嚟敬拜我哋嘅神。上個星期林牧師同我哋話，我哋要盡心盡性盡力去愛我哋嘅神。就讓我哋好唔好一齊都嚟盡力地去讚美我哋嘅神。讓我哋一齊企起身，無論你而家係喺梳化嗰度，定係
喺你個飯廳嘅飯桌嗰度，都求你一齊同我哋一齊企起身，讓你一齊盡力去敬拜我哋嘅神，因為我哋嘅神係配得一切嘅敬拜，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佢嘅名都係配受稱頌。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主的名配受稱頌。從海的一邊到天的那方，主的名配得讚美。唯獨你配受歌頌，萬有都歸你掌管。唯獨你配受誇耀，全地皆起舞拍掌。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主的名配受稱頌。從海的一邊到天的那方，主的名配得讚美。唯獨你配受歌頌，萬有都歸你掌管。唯獨你配受誇耀，全地皆起舞拍掌。唯獨你配受歌頌，萬有都歸你掌管。唯獨你配受誇耀，全地皆起舞拍掌。唯獨你配受歌頌，萬有都歸你掌管。唯獨你配受誇耀，全地皆起舞拍掌。盡力地頌揚你，要讚美高舉你，一心一意沒有退避。以你地頌揚你，要永遠高舉你，萬物也讚頌榮耀你。要鼓瑟吹角讚美呼應，嘹亮地彈奏大聲歌唱。要擊鼓起舞拍掌歡呼，齊來同眾凱歌高聲呼喊。盡力地頌揚你，要讚美高舉你，一心一意沒有退避。以你地頌揚你，要永遠高舉你，萬物也讚頌榮耀你。要鼓瑟吹角讚美呼應，嘹亮地彈奏大聲歌唱。要擊鼓起舞拍掌歡呼，齊來同眾凱歌高聲歡呼。高歌哈利路亞，歡呼哈利路亞，基督得勝現已作王。大地亦頌揚你，你永掌管一切，凡投靠你的無懼怕。要鼓瑟吹角讚美呼應，嘹亮地彈奏大聲歌唱。要擊鼓起舞拍掌歡呼，齊來同眾凱歌高聲呼喊。高歌哈利路亞，歡呼哈利路亞，基督得勝現已作王。大地亦頌揚你，你永掌管一切，凡投靠你的無懼怕。凡投靠你的無懼怕。創天造地嘅神啊，你係嗰位獨行奇事嘅耶和華，你係配得呢一切嘅讚美，呢一切嘅榮耀。願天上地下一切受造之物都嚟到讚美你嘅大能，讚美你嘅公義，讚美你嘅恩典同埋憐憫。你係救贖我哋嘅磐石，你係嗰位獨一嘅主。就願我哋單單專一嘅敬拜你，喺我哋嘅生活入邊單單嘅榮耀你。願你悅納我哋對你全人嘅獻祭。我哋感謝你聽我哋禱告，祈禱交託奉靠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求，Amen。請坐。神係我哋嘅神，佢嚮往佢所做嘅人都嚟到同佢有一個深刻愛嘅關係。
但我哋有時候會剛愎自用，走上迷路。就讓我哋用以下呢一首詩歌，再一次嚟到愛我哋嘅主嘅懷抱入邊，去跟從佢，去一生去依靠佢。如若我今天滑跌，求恩主把我扶助，免我心中剛愎，企圖前行，求你聽我禱告。如若我他朝傲氣，令我心走上迷路，願你伸出雙手，帶我回頭，憐憫管教我靈，祈求你愛永莫離，不捨不棄，一生中得以活在你愛中，祈求你以信實緊緊擁抱，主恩典給我獨一的盼望，能回到主的懷抱，只因主愛永同在，願我一生始終快步跟從。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嚟祈禱。父神，我哋常常都沉醉喺罪中之樂，更有意無意咁樣悖逆你，冇尊你為聖為大。如果唔係你不離不棄嘅慈愛，我哋斷不能站立喺你嘅面前。主啊，當我哋跌倒嘅時候，求你賜下憂傷嘅心、痛悔嘅靈，好叫我哋能夠知罪悔罪，回轉歸向你，再次親近你，討你嘅喜悅。如若我今天滑跌，求恩主把我扶助，免我心中剛愎，企圖前行，求你聽我禱告。如若我他朝傲氣，令我心走上迷路，願你伸出雙手，帶我回頭，憐憫管教我靈，祈求你愛永莫離，不捨不棄，一生中得以活在你愛中，祈求你以信實緊緊擁抱，主恩典給我獨一的盼望，祈求你愛永莫離，不捨不棄，一生中得以活在你愛中，祈求你以信實緊緊擁抱，主恩典給我獨一的盼望，能回到主的懷抱，只因主愛永同在，願我一生始終快步跟從，願我一生始終快步跟從。係嘅，我哋可以嚟到呢一個愛我哋嘅神嗰度，因為
佢係嗰位獨一嘅主，就讓我哋單單嘅專一嘅嚟敬拜佢，單單嘅專一嘅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哋嘅神。曾被奴役，曾在為奴之家嘆息，被欺壓，心得不到安息。誰在無力、無助、無望之中拯救，並背負我踏上這路程？曾是悖逆，曾是懷疑與你為敵，未懂去感恩，只會挑剔。你的雙手亦卻仍舊不捨棄我，沒有按我罪過對待我，我怎可忘記你對我的恩惠，為救我最谷底，尊貴放低，千般恩惠，如海沙難估計，如何報答你給我一切的恩惠？願意盡心盡性，盡意竭盡我的力量，愛着你，救贖我的磐石，你是我獨一的主，獨一的主，願意盡心盡性，盡意竭盡我的力量，愛着你，專一愛着你，除去心中偶像，眼淚唯一只有你。好唔好？讓我哋都再一次企起身，你再唱一次。曾被奴役，曾在為奴之家嘆息，被欺壓，心得不到安息。誰在無力、無助、無望之中拯救，並背負我踏上這路程？曾是悖逆，曾是懷疑與你為敵，未懂去感恩，只會挑剔。你的雙手卻總仍舊不捨棄我，沒有按我罪過對待我，我怎可忘記你對我的恩惠，為救我最谷底，尊貴放低，千般恩惠，如海沙難估計，如何報答你給我一切的恩惠？願意盡心盡性，盡意竭盡我的力量，愛着你，救贖我的磐石，你是我獨一的主，獨一的主，願意盡心盡性，盡意竭盡我的力量，愛着你，專一愛着你，除去心中
唯一只有你，願意盡心盡性，盡意竭盡我的力量，愛着你，救贖我的本色，你是我獨一的主，獨一的主，願意盡心盡性，盡意竭盡我的力量，愛着你，專一愛着你，愛着你，專一愛着你，愛着你，專一愛着你，除去心中偶像，眼裏唯一只有你。讓我哋同心嚟到獻上禱告。因為天父上帝，我哋要專一愛你、敬拜你、歌頌你嘅至高嘅聖名。因為天父上帝，我哋多謝讚美你。雖然今日係天氣好寒冷，可能路面都結冰，但係你仍然掌王權居首位。我哋求天父上帝保守每一位嘅弟兄姊妹，我哋喺寒冷嘅天氣當中出同埋入都有平安，身體有健康，唔會受到寒冷嘅影響，亦好似俾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平安穩妥嘅心。主啊，我哋將身體有軟弱嘅肢體交喺你手裏邊，有啲正係接近緊療程嘅，求你加添力量俾佢哋，減輕佢哋嘅不適。有啲啱啱做完手術要康復嘅，求你賜下復原同埋保守，亦都求你看顧嗰啲年長嘅弟兄姊妹喺衰老嘅過程裏邊，或者疲乏裏邊，仍然經歷你嘅安慰同埋你嘅同在。主啊，甚至我哋要將經歷喪親之痛嘅弟兄姊妹交喺你嘅手中，求你親自嘅安慰佢哋，托住佢哋嘅心，喺傷痛當中賜下力量同埋盼望，亦都用你嘅同在陪住佢哋走過嗰啲最艱難嘅道。主啊，我哋求你賜福我哋教會嘅福音工作，特別我哋將我哋嘅職稱好消息嘅小組交託在你嘅手中，求你預備人心，亦都使用我哋嘅邀請、關心同埋分享福音，讓人真係能夠喺聚會當中、喺見證當中能夠遇到耶穌。主啊，我哋亦都特別為着短宣隊祈禱，我哋求你保守泰國短宣隊喺呢2日要出發啦。我哋求主使佢哋一路嘅平安，亦都求你帶領佢哋下星期開始喺泰國嘅服侍，賜俾佢哋整個團隊合一、智慧、健康同埋能力，讓佢哋成為當地人嘅祝福。有同時帶領我哋有英國短宣隊、巴西短宣隊嘅籌備工作，主喺呢個事工同埋旅程都需要資源，求主親自嘅供應，亦都感動弟兄姊妹同心嘅支持，使一切都能夠按住上帝嘅心意，成就一切超過我哋所求所想，使榮耀歸俾神。主啊，我哋都為咗世界嘅戰爭，好多嘅衝突，人與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祈禱，求你施行憐憫，止息戰火，帶嚟真正嘅平安，安慰受苦嘅人。天父上帝，依家我哋要用我哋嘅心，用我哋嘅靈去聆聽上帝嘅說話，求你預備我哋嘅心，放下分心同埋憂慮，專心嘅敬拜你。願你嘅話語今日更新我哋每一個嘅生命，帶翻我哋翻到神面前去專心敬拜主。我哋咁樣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多謝咧敬拜隊Jackie 同埋敬拜隊喺寒冷嘅天氣裏邊咧，佢哋都翻嚟教會現場嘅帶領我哋咧去敬拜、去歌頌我哋嘅神。我希望大家喺屋企咧都係好平安嘅。今日咧天氣惡劣啦落雨啦好寒冷啦。我相信咧就係大家都係逼不得已啦。今日我哋咧留喺屋企咧嚟到睇我哋嘅崇拜直播。嗱，雖然咧我睇唔到大家，但我成日都咧喺度幻想大家可能依家咧仲着住睡衣揸住杯咖啡蹦住你屋企裏邊嘅梳化咧，對住熒光幕或者咧你嘅手機，甚至可能弟兄姊妹咧根本咧仲瞓緊喺床嗰度未醒諗住咧唔使實時咧嚟到睇直播啦瞓晏少少啦今晚先睇，或者冇人就唔睇都冇人知啦，係咪？嗱，無論點樣都好我話呢種嘅處境，呢種嘅環境咧，要參加崇拜聚會咧，又要專一嘅敬拜神咧，確實係一個極之大嘅挑戰。嗱，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教大家一個詞語呢個詞語咧，我唔知大家咧有冇聽過呢個詞語。呢個詞語咧就叫做果形式嘅專注。原來科學家研究指出咧，呢個果形咧係世界上最容易分心嘅生物之一。原來佢哋嘅專注力咧只能夠維持4秒鐘。只要咧身邊咧有啲光閃一閃佢嘅大腦咧就立即觸發一個反應，於是咧佢就眼目咧即刻轉變嗰個目標同埋視線。大家唔好笑，我哋話現代人嘅大腦其實已經被訓練到好似果形差不多噶啦。咁所以咧 Microsoft 微軟公司嘅研究報告顯示咧，現代人咧喺數碼世界影響之下咧，其實我哋每個人嘅平均專注能力咧據講已經由2000年嘅12秒咧下降去到8秒鐘。我相信呢個係同我哋中意睇嗰啲 TikTok Reels 嗰啲嘅短片好流行直接相關嘅。因為呢個咧，我相信唔係一個專注力嘅問題，更係一個咧我哋追求即時滿足嗰種嘅價值觀嘅改變。所以咧依家當你話要專心聽道，如果手機忽然間叮一聲有個通知彈出嚟咧，我相信你嘅注意力咧立即會轉移目標。呢種容易分心嘅人性，上帝一早知道。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去睇一章嘅聖經特別咧就係講到咧申命記嘅12章。當時嘅以色列人咧正處於咧極度嘅不安嘅時刻。前路未定嘅，人心就好容易點動搖咯。所以上帝非常之清楚，若果唔俾出一套咧清晰嘅指引，以色列人當佢踏入嗰一片充滿感官刺激嘅迦南地咧，心裏邊就好似果形一樣咧，好容易被異教嘅風俗、佢哋敬拜嘅方式所同化噶啦。咁所以真正嘅關鍵咧唔係環境而係究竟我哋嘅心有冇對準神，翻去神面前呢？所以咧研究發現咧，當呢個世界進入危機嘅時候我哋發覺咧，所有人咧都好自然咧去尋求一個靠山希望咧可以得到幫助啦。因為我哋知道特別咧記翻起以前新冠肺炎嗰段嘅日子啦，COVID-19 爆發嘅初期咧，原來佢哋話咧 Google 尋索嗰個祈禱呢個字咧，嗰個次數竟然係衝破嘅歷史新高。證明一件事就係，當人知道自己冇辦法解決前面嘅艱困嘅時候，本能咧就想揾一個比自己更有能力嘅倚靠。就好似今日路面咧結冰啦，好可能迫使我哋咧唔敢出外啦。我哋改為咧只能夠喺網上一齊喺屋企崇拜啦。呢個變數提醒我哋咧，最穩陣嘅地方咧，
應該咧就唔係咧天氣變好啊，甚至都唔係屋企咁簡單啊，而係要翻去我哋嘅心，翻去神嘅面前啊，成為我同你最大嘅靠山啊！所以今日咧，我哋雖然咧唔敬拜嗰啲嘅神像啦嚇，唔敬拜嗰啲嘅木頭啊石頭，但係我哋話我哋嘅心都好容易被身邊其他嘢啜一聲咧就佔據咗嚇，變成咧我哋覺得冇咗佢哋唔得嗰啲所謂咧隱形嘅偶像啊！所以咧根據一個調查報告就係 Lifeway 嘅 research 嘅研究指出咧，原來今日最容易取代上帝佔據咗我哋生命嘅中心嘅偶像咧，往往唔係我哋好察覺嘅啊，仲以為係理所當然啦，佢喺度係咪？嗱，譬如咧最多人第一位係咩啊？最多人敬拜嘅偶像就係追求舒適，67%追求安逸，遇到壓力嘅時候就會逃避，唔會翻去神面前啊。其實呢個追求舒適嘅偶像就係自己咯。第二位係咩啊？最多人敬拜偶像就係掌控權同埋咧安全感，有56%瘋狂地去計劃、去策劃 Plan A、Plan B、Plan C， 想將人生捉緊喺自己嘅手裏邊啊！第三位係咩啊？最多人敬拜偶像就係金錢咯，55%原來真正嘅靠山變成唔再係依靠神嘅應許供應，而係睇住自己個銀行戶口裏邊嘅數字究竟有幾多。第四位係咩啊？最多人敬拜偶像就係認同感，51%活喺別人對自己嗰個評價點擊率like 唔 like 我，人生去追求更多嘅 like， 更多嘅別人嘅讚賞。而第五位呢，最多人敬拜偶像呢，就係成功，49%，將人生變成咗一場證明自己係唔會輸嘅，或者證明自己唔輸得嘅一場馬拉松比賽，好辛苦。所以當我哋拼命追求呢啲所謂成功、安定、舒適，卻發覺呢個世界一個呢 winter storm 一個大浪海嘯冚埋嚟嘅時候，我哋平時找緊嘅偶像就會點啊？瞬間粉碎咯。所以咧，我自己咧好中意有一首詩歌平時咧通常咧我哋就係喺安息禮拜、喪禮我會帶領唱，好多人都會選呢首歌，經常見到佢因為點解啊？原來呢首詩歌咧嗰個旋律同埋歌詞帶有一種極大嘅安慰呢首歌嘅作者咧就係何維肖斯巴佛，喺1873年佢經歷船難，4個女喪生死晒佢喺深深嘅傷痛裏邊咧，佢寫咗呢首詩歌。呢首詩歌叫做《我心靈得安寧》，It is well with my soul。佢係用生命證明一個真理，就算外在嘅環境徹底嘅崩塌你嘅人生徹底嘅失控原來你依然有一個選擇嘅機會，就係將你嘅生命嘅操控權從自己嘅手裏邊移交俾上帝所以今日呢，我哋睇《申命記》第12章，要問嘅係咩呢？一個好重要嘅問題，究竟今日坐喺你生命嘅中心位置到底係邊個？原來《申命記》第12章要帶領我哋去3方面去睇，點樣去學習專一嘅敬拜。嗱，呢個唔係技巧嚟嘅，而係生命嘅主權移交俾上帝，讓我哋咧明白點樣透過以神為中心去達至專一嘅敬拜。所以我哋並唔係要講關於敬拜嘅方法、敬拜嘅技巧，而係到底邊一個喺你生命裏邊坐喺你生命嘅中心位置。原來當我哋願意將我哋人生嘅掌控權完全交俾上帝，承認佢先係我哋生命唯一嘅主宰、唯一嘅依靠、唯一嘅救主，呢份嘅降服先至係申命記所講真正專一敬拜上帝。咁究竟點樣專一敬拜上帝呢？
嗱，專一敬拜上帝喺第12章《申命記》講第一步咧，好重要就係守住敬拜嘅底線，就係徹底清除一切會取代神嘅位置，唔好留地步俾我哋生命裏邊嘅偶像。而守住敬拜嘅底線，第一樣要做嘅就係將我哋心全心歸主。人生遇到重大嘅改變，先停一停，將我哋生命交俾神，讓神呢重新作我哋生命嘅主。嗱，我哋留意第12章第1節，呢度話：這些乃是你們在地上日子所謹守遵行的條例典章。所以咧，我信耶穌冇幾耐咧，我就受傳福音訓練。我好記得第一套學習傳福音嘅方法咧，就係用4個屬靈定律嘅福音小冊子。你係咪㗎？嗱，我學咗之後咧，我就喺香港街頭咧，隨時咧攞住呢本小冊子咧，就通街向人傳福音，喺街頭啊，喺公園啊，同人傳福音，好有用。嗱，你發覺如果你讀過呢個福音小冊子裏邊咧，有一個好深刻嘅圖畫，就係每個人生命裏邊有一個寶座噶嘛，生命嘅寶座。嗱，原來專心嘅敬拜關鍵唔在於我哋參加咗幾多嘅教會活動、宗教嘅活動，而係到底喺我哋敬拜嘅時候，邊個坐咗喺我哋生命嘅中心嘅位置。所以摩西呢段經文咧，你發覺強調咧，在地上嘅日子，經文話，原來提醒我哋敬拜唔係一時嘅熱心，係一生嘅信服。原來以色列人之所以當佢進入應許地蒙福，關鍵唔在於佢哋擁有資源幾多、軍事力量有幾多，而係在於究竟佢哋係咪一路行一生一世聽上帝嘅話嚟到過佢哋每一日。所以每逢人生我哋話遭遇突然嘅變故，無論我哋係失去一啲嘢啦、搬屋啦、轉工啦，甚至呢我哋嘅健康忽然間出現警號啦，我哋第一件事呢，絕對唔需要係急住呢話 Plan A、Plan B、Plan C， 靠自己以為呢可以掌控環境。相反，原來最需要係先跪低，將我哋嘅心徹底交俾上帝。藉住祈禱，將我哋困難交俾神，讓神喺我哋生命嘅寶座上重新坐正。因為只要神呢去掌管我哋嘅人生呢，我哋嘅人生就能夠有秩序、有平安。就算面對風浪呢，我哋心呢都唔會亂。所以守住敬拜嘅底線，跟住第二步呢，就係唔好俾偶像留後路。你留意第12章第2節去到第3節，經文話：你們要將他們侍奉神的各處全然拆毀，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們的木偶。嗱，點解神要百姓拆偶像拆得咁徹底呢？咁原來因為偶像嘅危險呢。我哋話從來唔單止係外表，只係一尊佛像咁簡單。原來拜偶像係一整套能夠吞食咗人嘅心嘅系統嚟嘅。所以你留意第2節去第3節，摩西用咗一連串極之重嘅語氣嘅動詞啊，包括毀壞、拆毀、打碎、焚燒、砍下、除掉名號。嗱，呢個唔係小題大做嚟嘅。而係因為人一旦留的咁多位置啊，俾嗰啲偶像呢，俾啲位佢呢，佢一上嚟就好容易啊，變咗好容易就我哋嘅敬拜同偶像嘅敬拜融埋一齊啊！你以為你自己仲敬拜緊耶和華，其實呢已經不知不覺呢喺生命裏邊添加咗另一套價值觀啊！偶像俾你嘅價值觀同埋依靠。嗱，經文提到第2節，高山上、小山上，各青翠樹下，反映係咩啊？原來人生本能嘅選擇咯。上高山就覺得咧親近神啦，
青翠大樹象徵咧豐盛啦、豐收啦。偶像其實就係一套咧，我依靠呢樣嘢咧就可以攞到安全感嘅系統嚟嘅。所以咧神要拆毀係咩啊？要拆毀嘅係人咧用一啲咧神以外嘅方法去尋求平安、尋求順利嗰啲所謂依靠嘅方式。只要呢一套偶像式嘅系統仍然存在呢，或者只要你咧留一條後路俾啲偶像，唔完全斷絕咗佢呢，我哋話人生好容易翻轉頭呢，再一次拜偶像。呢個讓我哋諗起好多正在咧規劃人生下半場嘅朋友，好多咧準備退休嘅朋友，原來咧好多人咧不知不覺咧俾銀行嘅戶口嘅數字牽住走啊！嗰個數字甚至咧變成控制佢嘅心情好與壞嘅開關掣。呢個就係偶像嘅詭計咯。讓你以為累積夠多咧，就能夠掌控你嘅未來啊，掌控你嘅將來。結果反而淪為一個咧數字嘅奴隸，失去咗單純仰望神供應嗰個自由。但我亦見過一個咧截然不同嘅生命故事。我曾經咧聽過一個姊妹咧去分享佢夫妻一齊嘅見證嘅分享。分享咧佢點樣同丈夫佢哋嘅人生下半場。原來佢哋好早咧就開始咧計劃退休，預備好咧仔女點樣供佢讀書嘅錢啊，還清嗰啲債務啊。生活嘅開支啊，退休之後點樣咧去調動嗰啲流動資金，每一樣嘢都精打細算計算清楚。因為佢哋明白，其實要預備退休最現實有兩件事，第一就係健康好唔好，第二就係錢夠唔夠使。但係佢哋冇只係追求儲錢儲到一個安全嘅數字啊，因為咧佢哋50歲咧就已經決定夫妻兩個一齊進入咧北美嘅中華福音神學院去讀神學，為將來咧好希望咧進入一個跨文化嘅宣教之路咧嚟到鋪路。後來大家知道2020年咧疫情爆發啦，所以佢哋咧喺56歲先提早退休，喺亞洲咧過住一個簡樸嘅生活，亦都更深。喺嗰段簡樸生活裏邊咧，經歷神嘅奇妙嘅供應，所以去到58歲，佢哋正式踏入一個跨文化嘅宣教之路，做宣教士。呢對夫妻嘅見證好感動我，亦都提醒我哋每一個，原來人生真正嘅安全感唔係你儲到某一個數字啊，而係你願意信靠上帝，踏出信服嘅一步。呢對夫妻嘅見證其實可以用一句説話總結嘅，就係佢哋以前係睇住數字做人啊，依家係睇住神嘅神蹟去過每一日嘅生活。所以兄弟姊妹，真正嘅平安係建立喺神嘅信實之上。當你肯徹底拆毀你生命各式各樣嘅偶像，你嗰啲虛假嘅倚靠，唔再留後路，斷絕咗呢啲偶像，先能夠體會跟隨上帝嗰種嘅自由。我哋話歷史證明偶像係會翻轉頭揾你嘅，如果你唔徹底嘅除滅佢哋。你睇歷史由希西家王拆偶像拆晒啦，佢嘅後代馬拿西呢個暴君又再重建嗰啲偶像，去到後來約西亞王呢個好皇帝又再拆嗰啲偶像，呢個循環啊，提醒我同你啊，拆偶像唔係一次性嘅工程，而係一生一世持續嘅屬靈嘅操練。只不過摩西繼續講落去話，拆偶像只不過係一個開始啫。更加重要，如果我哋要專心敬拜，必須回到上帝嘅面前，按照上帝嘅吩咐嘅方式嚟到敬拜上帝。所以咧，守住敬拜嘅底線，第三步咧就係絕對唔可以將敬拜當成一場交易啊！喺《申命記》第12章第4節講得好直接，佢
佢話你們不可照他們那樣侍奉耶和華你們的神啊！嗱，神喺度發出警告，絕對唔能夠模仿外邦人，特別當佢哋入迦南地，好多外邦人有佢哋自己嗰套敬拜方式。嗱，外邦人敬拜方式嗰個核心呢，講得白一啲呢，就係利益交換嘅敬拜方式。我做足呢啲儀式啦，你係神啊嘛，就保住我平安，保我順利咯噃。我要咩你就俾咩我咯。呢個就係外邦人嗰個利益交換方式嘅敬拜模式嚟嘅。但係耶和華唔係偶像啊嘛，耶和華唔係嗰種可以被人收買，甚至呢俾啲宗教行為所操控嘅對象。神看重係咩啊？從來唔係呢我哋做咗幾多嘅工作，而係呢你同我嘅心有冇歸向佢呢？咁嗱，呢種交換嘅模式呢，其實今日呢都依然呢好普遍嘅。你發唔發覺？我哋自己又好，身邊嘅人都好，好多人將祈禱變咗一個購物嘅清單，係嘛？俾上帝叫上帝找數啊！覺得我付出咗時間祈禱，神就應該必須去回應供應我所求嘅，將神人嘅關係變成咗一個合約式嘅關係。但係聖經提醒我哋啊嘛，如果你睇保羅啊，羅馬書第8章嗰度講，祈禱嘅核心係關係。係按照神嘅旨意啊，藉住禱告啊，同佢結連啊嘛。所以當祈禱，我哋話能夠由一味向神攞嘢索取，變為同神傾心吐意嘅時候，我哋話呢種嘅禱告先係一種真正嘅敬拜啊。所以咧，你記得啦，好深印象。當我哋睇路加福音第17章11節去到19節嗰個記載，好清楚話，耶穌當時醫治10個麻風病人，就係一個最好嘅寫照。你發現9個麻風病人被耶穌醫好之後，立即就走啦，離開耶穌。最後只有一個應該係撒瑪利亞人啊，嗰個被排斥麻風病人已經被排斥嘅啦，雙倍排斥嘅麻風病人，翻轉頭向耶穌獻上感恩。原來嗰9個之前係麻風病人嘅，只係想尋求耶穌嘅醫治啫。但係唯有嗰一個識得翻轉頭向耶穌獻上感恩嗰一個，先至明白一樣嘢，就係原來我哋敬拜唔係得到好處先開始嘅，而係呢將神一直放喺自己嘅生命嘅中心。所以敬拜絕對唔係一種交易，而係愛神本身多過愛神俾我哋嘅嘢，愛神本身多過愛神俾我哋嘅祝福。所以我哋要問下自己嘅，我哋依家返教會奉獻侍奉，係因為愛主啊，定話因為只係想買一份屬靈嘅保險呢？所以敬拜要專一。第二步呢，繼續就係要返到敬拜嘅中心，尋求上帝重新重整我哋生活嘅次序。而回到敬拜嘅中心嘅第一步就係要再忙亂嘅時刻呢，亦都要刻意返到神嘅面前，因為敬拜從來唔係貪方便嘅。我哋留意第12章第5節講得好清楚嘅噃，佢話但耶和華所選擇要立他名的那地方，你們總要尋求。原來神堅持要定下一個敬拜神中心嘅地點，唔係迷信風水嗰度好啲啊，風水好啲啊。神要堅持要定一個中心地點去敬拜神呢，絕對唔係迷信嗰個地址，而係宣告上帝嘅主權。呢個對我哋係一種保護嚟嘅。目的係要我哋喺紛亂嘅生活日子裏邊呢，依然有一個凝聚我哋專向上帝、專心對住上帝嘅核心，防止信仰呢變得好散漫，自己決定。我哋必須要明白呢，敬拜唔係星期日隨隨便便出席又得，唔出席又得，遲到又得，準時又得嗰啲嘅社交活動啊，而刻意將嗰顆呢已經好混亂啊，
喺社會裏邊咧亂七八糟嘅心靈咧，帶翻去神嘅面前，重新嘅校正。呢件事係由神作主嘅，絕對唔係睇你方唔方便。所以為咗守住呢個中心咧，我相信歷世歷代咧，好多嘅聖徒啊，好多嘅偉人咧，都係玩真嘅，都係好認真嘅。例如有一個偉人啦，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每一日咧，我哋發覺佢當時面對全個歐洲嗰個政治嘅壓力啊，同埋佢被送上法庭受審判啊，所以佢每一日都係面對生死時刻。所以喺最忙亂、最恐懼嘅時候，佢講咗一句好震撼歷史嘅説話。佢話：我咁多事情要做啊，所以我每一日如果唔花3個鐘頭去祈禱啊，我就絕對冇辦法應付得到。但係你諗翻轉頭，一般人嘅邏輯呢，就係事情越多，哇，工作越忙嘅時候，侍奉排山倒海嘅時候，就越需要節省敬拜祈禱嘅時間去爭取工作嘅效率啊嘛。但係發覺馬丁路德啱啱調翻轉啊！佢認為最忙亂、最壓力大、最恐懼嘅時候，就係要刻意花時間去到神面前。所以馬丁路德呢3個鐘頭絕對唔係浪費效率嘅，而係佢面對一個瘋狂嘅世界、恐懼嘅環境，讓心靈不至於崩潰嗰個定海神針。其實我哋話今日豈唔係一樣咩？全世界嗰個科技嘅巨頭啊 ，Intel 啊，英特爾啊，之前有個 CEO 咧，佢叫做咧 Pat Gelsinger，佢咧就親自咧寫咗一本書。呢本書咧好特別嘅，就係講信仰、家庭、工作點樣平衡。因為咧佢曾經話咧，佢掌管咧幾千億價值嘅跨國企業啊。佢嘅日程表比我哋任何每一個都忙嘅，但係佢幾十年如一日。佢分享話堅持一套所謂11奉獻時間嘅原則。每一日當佢起身第一個鐘頭，佢話就算雷劈啊，都劈佢唔喐嘅。一定第一個鐘頭瞓醒，首先去靈修尋求上帝、祈禱、敬拜、讀聖經。佢好直接話喺美國個矽谷呢個最殘酷、節奏最快嘅工作環境裏邊，如果每一日唔刻意校正佢嘅價值觀，佢話一早已經被驕傲、焦慮吞食咗佢。所以佢唔係等多餘嘅時間先去尋求上帝，而係喺佢最忙碌嘅日程表裏邊強行畫出一條嘅底線。如果呢啲我哋話呢啲嘅領袖啊，都需要咁樣做去保住自己條命啊，我哋憑啲乜嘢覺得自己可以順便或者得閒先去尋求神，先去祈禱，先去讀聖經，先去敬拜上帝呢？所以回到敬拜嘅中心嘅第2步，奉獻，講到奉獻係交翻我哋嘅主權俾上帝。奉獻唔係交會費啊，而係將我哋嘅生命嘅主權重新交還俾上帝。請大家留意喺第12章第6節同埋11節，好清楚話提到3樣嘢：燔祭、平安祭1/10。呢度講到奉獻俾上帝。原來奉獻俾上帝絕對唔係叫做交會費，或者咧隨隨便便俾一啲出嚟啦，施捨下俾教會啦，施捨下俾上帝啦。原來奉獻嘅生活係敬拜嘅生活，奉獻嘅生活係一個非常實際嘅宣告。我承認我所有擁有嘅一切主權都喺上帝嗰度。當你甘心樂意獻上你嘅時間、才幹、金錢，你其實係對上帝講：主啊，嗰啲我最想守住、最怕失去嘅嘢啊，主權都唔喺我嗰度，主權喺上帝你嗰度。點解呢份我哋話主權嘅移交咁重要啊？因為上帝要阻止一種毀滅性嘅崩壞。生命記警告經文話：不可各人任意而行啊！你好記得呢句說話，神預告後來士師記
嗰種咧慘不忍睹嘅社會悲劇、信仰悲劇。當時整個社會好混亂，喺士師記嘅時代道德好淪喪。根源原來探究係出於敬拜出咗問題。你發覺當你睇士師記17、18章，就連摩西嗰個孫啊，竟然都私底下就製造偶像，甚至咧私底下收錢做私人嘅祭司。呢個係士師記嘅時代，當人任意而行嘅時候。原來當敬拜嘅中心偏離上帝，人生、家庭，甚至我哋嘅下一代咧，都會跟住墮落嘅。呢個就好似咧有一個好有趣嘅研究，原來有社會學家佢曾經追蹤過兩個家族200年嘅興衰歷史啊。19世紀當時有研究員整理過一批被稱為咧尤克斯家族嘅群體。發現當一個家庭長期活喺違規、犯法、犯罪、貧窮同埋破碎嗰個循環裏邊咧，研究指出佢哋嘅後代最多係咩呢？就係罪犯、坐監嘅、性工作者、酗酒者、長期依靠救濟金生活嘅，家庭關係越嚟越破裂，最後留低俾下一代唔係祝福，而係更多嘅傷害、痛苦，一代傳一代。但係另一邊，你發覺同佢差唔多時間時代嘅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大家好熟悉愛德華茲，係18世紀美國非常出名、非常重要嘅清教徒牧師，又係神學家，亦都係美國大覺醒運動嘅代表人物之一。佢一生嘅核心就係將神放喺佢生命嘅中心。後來有人去整理佢嘅後代。當然已知道嘅後代啦，數量竟然多達1000多人。1000多人其中大部分嘅人都係大學校長、教授、法官、律師、醫生、軍官、傳道人、宣教士，甚至包括埋一位美國嘅副總統嘅後裔。呢個就係一個好強烈嘅對比。當人將主權交俾神，生命唔止係自己嘅生命被聖靈轉化，亦都能夠將祝福一代一代傳落去。所以奉獻呢，絕對唔係買個安心嘅所謂屬靈嘅保險，而係宣告讓神呢重新坐翻喺我哋人生生命嘅寶座上。但係大家要明白一樣嘢，敬拜唔係只係你走入教會參加崇拜嗰一刻先係崇拜。所以摩西跟住提醒你同我，當你離開聖殿啊，敬拜嘅場所啊，敬拜嘅聚會啊，翻到去屋企工作嘅日常生活，你嘅心究竟能唔能夠繼續專一敬拜神？呢個先係最重要。所以敬拜要專一，第3步就係將敬拜帶進我哋日常生活裏邊。而將敬拜能夠帶進我哋日常生活嘅第一步呢，就要知道自由，生活裏邊嘅自由呢係有界線。所以經文呢，你發覺12章第7節去到25節，重重複複，起碼出現咗3次同一句說話。佢話要在耶和華你神面前吃喝歡樂。咁你話喂，神講緊敬拜嚇，點解咁為食講食飯呢？因為點解啊？一齊同台食飯代表關係同埋接納啊，好似我哋華人啦嚇，做節啊做冬都要全家一齊走埋一齊齊整整食團年飯，好有幸福感嘅。但係呢個重點呢，唔止係一齊食飯，重點經文就係依餐飯要喺邊度食啊？經文好明確規定話，在神所揀選的地方。嗱，呢個代表咧，真正嘅喜樂唔係隨心所欲嘅，而係咩啊？翻到神嘅秩序、規矩同埋帶領裏邊嘅噃。啊，因為當時以色列人呢，你知道面對極大嘅誘惑。啊，佢哋由曠野進入迦南地之後呢，嗰個美地呢，物質好富裕噶嘛，同佢哋嘅曠野分別好大，甚至啊15節話可以隨意食肉啊。可以打邊爐啊！終於
嗱，呢種自由度，我哋話好容易令一個人有一種錯覺，就係既然神都賜福咗俾我啦，賜福俾我啦，我按自己方式去享受，有咩問題呢？但係好危險嘅就喺度啦。原來人一覺得我可以自己安排啊，就會慢慢將神放喺後邊咯，唔記得啦。呢個其實好似我哋今日嘅生活㗎喎。嗱，我唔知大家最後有冇搶到啦，攞到啦。我哋2026年新嘅我哋福變教會咧嘅教會月曆啊。嗱，你發覺咧唔止咧，你攞翻嚟唔好淨係睇封面嗰啲相片。原來月曆裏邊最重要就係寫晒教會2026年全年嘅行事曆啊嘛，每一個聚會啊嘛。應該咧講一句咧，就係咧我哋咧，如果有一日你計劃今年咧去旅行啦，或者屋企人叫你去旅行啦，朋友叫你去旅行啦，正常應該咧你點樣去回答朋友咧？應該先講一句嘅。嗱，等我咧翻去先睇下，先 check 教會嘅行事曆會唔會撞期先咁。但係好多時我係啱啱相反嘅喎，係咪啊？教會揾你侍奉，神感動你去參與短宣，你就會話啦，等我咧去睇下我自己嘅行事曆有冇撞期先啦。原來變成就係要上帝配合我哋嘅日程表啊，而唔係我哋配合上帝嘅時間同埋上帝嘅日程表啊。所以提醒大家，2026年呢有一件大事嘅噃。我哋粵語堂會舉辦退休會，喺9月5號至8號，應該係9月5號至7號 Labor Day Weekend。所以希望大家一早咧就圈住嗰個週末，預留俾上帝，有預留俾教會嘅弟兄姊妹，盼望我哋一家人一齊參加呢個9月份舉行嘅粵語堂退休會。我哋已經7、8年冇搞噶啦，所以我哋真係要警醒啊，弟兄姊妹，千祈唔好咧走翻去以色列人嗰條舊路，因為人最容易咧唔係一下子咧就偏離就跌倒嘅，而係不知不覺就散漫啊，離開上帝。慢慢就變成神俾我假期，我梗係放到盡，用到盡啦。神俾我咁多錢，我梗係花到盡啦，使到盡啦。神俾我啲關係，我梗係玩到盡啦。總之吃喝玩樂，我自己享受最重要。結果呢，佢哋嘅追求呢，係追求一種以色列人所謂懶人嘅信仰啊，為咗方便自己嘅時間呢，你發覺以色列人當時呢，喺迦南地咧，就喺屋企附近嘅邱壇咧，隨便獻祭啊，覺得敬拜可以自己主導安排啦，時間幾多方式點都自己安排。原來神規定規矩咧，正係咧阻止佢哋重蹈覆轍啊！大家仲記得喺佢哋喺曠野漂流嘅時候，有一段教訓喺民數記記載啊，百姓當時咧，你記得嘛？冇得打邊爐啊嘛，冇得食肉啊嘛。結果上帝好好嘅喎，佢降下無數數唔到咁多嘅鵪鶉。嗱，呢段鵪鶉嘅事件呢，係出自咧民數記11章31到34節。嗱，經文講得好清楚嘅，好仔細。神並冇咧規定咧佢哋每個人你規定每個人攞幾多鵪鶉嘅。只不過聖經話降下大量嘅鵪鶉，唔係落雨啊，落鵪鶉啊，好多鵪鶉。但係當時經文記載話，哇！嗰啲百姓好貪心，竟然日以繼夜，夜以繼日，足足2日，通宵達旦不停捕捉嗰啲鵪鶉啊！最震撼係咩？聖經裏邊呢32節，佢話最少啊，每個人最少都攞咗10何梅爾啊！呢個唔係全族人嘅總數喎，係一個人最少嘅份量啊！換算今日大約係2200公升，差不多咧。你屋企一個大雪櫃600列咧，3至4個咁多啊！一個人最少攞咁多，幾離譜啊！結果咧，你如果讀聖經咧，好仔細啊！經文話，當嗰啲鵪鶉肉咧攝住佢嗰啲牙罅，
仲未吞落肚，災難就臨到佢哋身上，死咗好多人。神嘅審判唔係審判嗰啲食物本身，神嘅審判係因為人心失控貪念審判佢哋。呢個實在俾我哋好深嘅功課，好深刻嘅提醒。供應唔代表可以任性咯。如果你嘅喜樂係建立喺我要照我嘅意思去貪嘅時候，呢個唔係喜樂，係災難。所以聖經講嘅喜樂呢，唔係強顏歡笑，更加唔受環境影響嘅。因為順服從來唔係情緒行先嘅喎，係選擇行先嘅喎。原來當上帝成為你選擇咗擺喺你生命裏邊嘅中心，即使喺限制裏邊依然有恆久嘅喜樂。最好嘅例子我相信呢，就喺《使徒行傳》記載，保羅同埋西拉佢哋被打到全身都係傷痕，鎖咗喺監獄嘅深處。聖經話嗰度咧陰森恐怖啦。佢哋咧唔係因為覺得開心先唱歌，而係選擇讓佢哋嘅人生生命嗰一刻交俾主。所以聖經話夜半祈禱讚美神。呢個唔係被環境動搖到嘅喜樂啊！身體雖然被困住，但係佢哋嘅內心重新翻到上帝嘅帶領嗰度。所以今日當你放低嗰種環境一定要如我所願嗰種嘅執着呢，你嘅心呢先會咧擁有一個真正嘅平安。當我哋為求方便，讓敬拜嘅中心離開上帝，自由只會咧變成失控嘅放縱。唯有翻去回歸神嗰種嘅秩序，重新對準上帝嗰種連死亡都攞唔走嘅平安喜樂，先係你同我人生喺風暴風浪之中不致崩潰嘅定海神針。所以敬拜能夠帶入我哋嘅生活。第二步就係信仰要落地，絕對唔好將敬拜留喺禮拜堂裏邊。所以我哋留意第19節呢度好明顯講，佢話你要謹慎，永不可離棄利未人。點解上帝喺呢段嘅經文咁強調，重重複複強調利未人，即係只係可以做祭司嗰啲神職人員？有3個原因。第一，原來當時利未人係冇分到土地，生計係全靠其他嘅支派供應。而第二個原因就係神刻意留低呢群有需要嘅利未人呢，係為咗訓練當時嘅百姓，將物質轉化為咧對佢哋身邊嘅肢體咧嗰個愛心同埋承擔。第三，利未人呢，我哋話更加係屬靈秩序嘅守門員啊！支持利未人呢，就係喺守護群體嘅信仰呢，不至於走樣，好重要。所以呢個吩咐嘅核心重點好清楚，我哋個人嘅敬拜生活絕對唔能夠脫離群體啊，屬靈嘅群體啊，更唔能夠脫離對肢體嗰個責任。真正嘅敬拜就係喺你最想顧住自己嘅時候，但係因為上帝嘅緣故，選擇顧及別人。當你願意放低照顧自己嗰個優先次序，轉向扶持喺困境裏邊嘅肢體呢，呢個就係用你嘅行動證明神先係你生命真正嘅主啊！所以最後敬拜能夠進入生活嘅第3方面，就係唔好自己去改神已經吩咐咗你嘅敬拜嘅規矩。神點講，我哋就點做啦。所以你留意第29節至到32節，呢度話不可打聽他們的神，說這些國民怎樣侍奉他們的神，我也要照樣行。凡我所吩咐的，你們都要遵守，謹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點解上帝要咁強調呢樣嘢？因為信仰最危險呢，原來唔係呢我哋唔夠熱心，而係呢我哋喺不知不覺之間將世界嗰一套
帶進我哋嘅敬拜生活裏邊。所以當時神呢唔准百姓去研究、去模仿、去打聽嗰啲異教徒嗰啲敬拜嘅方式，佢哋嘅做法係點樣啊？但係神唔係要人封閉，而係咧要保護我哋嘅心，千祈唔好俾世俗嘅價值觀去扭曲咗我哋嘅生命。嗱，今日嘅世界咧，你發覺再唔會用嗰啲咩啊拜神嗰啲佛像啊、木頭石頭去引誘你嘅。佢哋咧係用乜嘢咧？用潮流文化去影響我哋。原來根據研究報道指出咧，社交媒體啊用得多嘅話咧，離婚率同埋咧婚姻衝突就會越嚟越嚴重啊！點解咁講？原來因為咧好多人咧睇嗰啲 IG 啊、Instagram 啊、Facts 啊、Facebook 啊不斷鼓吹咧一種叫做咧完美人生嘅假象。我哋好容易咧將配偶咧，我嘅丈夫、我嘅太太，同嗰啲喺媒體上邊 post 出嚟嗰啲嘅完美人生嘅影像，或者嗰啲嘅相片咧去比較，於是心裏邊就產生好多對對方嘅不滿。結果咧就係加添咗世界嘅慾望，刪減咗神要我哋咧要為對方捨己，願意咧過感恩知足嘅生活。我相信唔單止係婚姻生活啦，連我哋教會生活咧都係俾潮流文化所滲透嘅。所以研究指出咧，依家嘅信徒咧更加似一個 consumer 消費者多過一個 disciple， 唔係門徒，亦都受嗰啲咧有線電視按需求挑選嘅文化。我哋開始咧就用啱唔啱我心思意念，合唔合我心意嚟到決定究竟我留唔留低喺一間教會團契小組，甚至將自己放埋喺中心。期望教會身邊嘅弟兄姊妹團契小組一味嘅侍奉我嘅需要。所以當我哋帶住呢個心態咧，其實早已將自己當作上帝。要打破呢種被世界牽住走嘅困局，我哋必須要明白咧，真正嘅敬拜唔係尋求即時嘅快感而係要建立一份咧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嘅生命嘅影響力。所以咧，美國嘅呼拿神學院佢哋咧有一個呼拿嘅青年研究中心，佢哋曾經針對幾千位嘅青少年咧進行一項名為咧長效信仰，即係我哋好熟悉嘅 Sticky Faith 嘅研究。其實我哋教會咁多年都一直咧同佢哋嘅機構合作，神學院合作，結果發現咧嗰啲大學生畢業之後仍然係返教會信耶穌、持守信仰嗰個下一代咧，靠嘅唔係因為佢哋參加咗嗰間教會嘅節目聚會好精彩、好創新，而係咧原來佢哋係睇身邊嘅嗰啲屬靈嘅長輩，睇佢哋身邊嘅父母，睇下佢哋當佢哋面對生活嘅壓力、抉擇嘅時候，係咪好自然去按照神嘅話語嚟到作決定去行事呢？咁嗱，呢個證明一個事實，原來當我哋作為一個教會嘅領袖、主學嘅老師、小組嘅組長，當然最重要就係父母啦，對神嘅話語要不加不減嘅遵守，呢種生命影響生命嘅力量，其實就係最好嘅 parenting， 就係最強嘅感染下一代嘅能力。只有我哋喺神嘅話裏邊企得穩，唔會隨波逐流，唔會跟世界嘅潮流去做決定，我哋先能夠將我哋基督嘅信仰咧承傳俾下一代。所以你記得啦，林牧師咧上年曾經帶領我哋教會做咗一個咧，我哋教會夫妻對婚姻生活滿意度嗰個研究報告啦。嗰個報告指出嘛，若果只係參加咗 MER1， 即係恩愛夫妻營第一嗰啲嘅夫妻咧，發現佢哋婚姻生活嗰個滿意度咧，會因為參加呢個營會咧，只係有少少改變，甚至冇改變嘅。
但係唯有繼續參加 MER2，就係夫妻進心營嘅夫妻呢，法國調查話呢，佢對婚姻滿意度就有顯著非常明顯嘅提升。點解咁啊？因為原因係夫妻進心營主要係幫助夫妻一同喺神嘅話語裏邊企得穩，一齊喺屬靈嘅生命裏邊一齊夫妻同心嘅成長。唔再係呢，只係教一啲呢夫妻相處嘅技巧咁簡單，而係幫助夫妻同心嘅追求屬靈成長。呢個正正係一對夫妻呢能夠維繫佢哋嗰個婚姻長久、幸福、愉快、滿足嘅能力嘅源頭。所以《申命記》第12章提醒我哋3件事關於專心敬拜。我哋要守住敬拜嘅底線，第一。第二係我哋要返去敬拜嘅中心。第三，最後就係要將敬拜生活帶返喺我哋日常裏邊，讓神一直坐喺我同你嘅生命嘅中心嘅位置。所以今日呢篇嘅信息呢，唔係聽完就算嘅，而係要落到我哋嘅生活裏邊，讓我哋活出神嘅話。所以今日呢，呢個星期呢，你喺生活裏邊呢，我鼓勵大家呢，真係去做3個行動啊！第一呢，就係每日10分鐘返去神嘅面前。一個星期7日都每一日揾一個固定嘅時間，可能係瞓醒覺午餐嘅時候，或者瞓覺之前熄咗手機佢，安靜10分鐘，讀一段好簡單嘅聖經，然後一句嘅祈禱，好簡單，話主啊，今日我將我嘅主權交翻俾你，求你帶領我嘅生活。第二個就係拆毀一個最常令你分心嘅偶像。今日就做咯，可能呢係將手機最能夠令你分心嘅一個 Apps 剷走咗佢啊，或者呢熄咗佢啊，或者一段時間唔用佢，唔睇佢啊，用一個好少嘅決定，話俾自己聽，我嘅心不再被心靈裏邊嘅偶像牽住走。第三個行動就係用一個關心嘅行動，將敬拜帶進你日常嘅生活裏邊。呢個星期呢，你諗翻轉頭，哇！有一個弟兄姊妹呢，幾個星期呢都唔見佢喺教會出現，冇翻崇拜，甚至有啲幾個月都見唔到佢翻團契、翻小組。呢個星期主動打個電話、發個信息俾佢，關心佢，因為敬拜唔單止係停喺禮拜堂裏邊啊，而係將神嘅愛帶進每一日嘅生活裏邊。當然每一日都要傳揚主嘅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申命記》12章好重要，好唔好？我哋喺屋企裏邊呢，都眯埋雙眼，安靜啊，安靜一下，將你嘅心呢去專注於神，返到我哋嘅神面前啦。今日神嘅話語呢，我哋話唔係要我哋聽完就算嘅，而係要我哋真心去回應佢嘅說話。所以我想大家眯埋眼睛，你安靜，心裏邊呢問自己3件事。第一就係我生命裏邊呢有冇一啲嘢成就、安全感，我嘅細路仔，我嘅健康，我同人嘅關係，係咪不知不覺呢成為第一位，取代咗上帝？第二個問題，喺忙碌嘅生活裏邊，喺忙亂嘅當中，究竟我有冇刻意返去神面前，重新得着嗰份恆久不變嘅平安喜樂呢？第三，喺平凡嘅日子裏邊，我係咪仍然尊主為大，尊神為主，守住信仰嘅界線，喺群體裏邊彼此相愛，唔再追求世俗嘅事，完全信服上帝。讓我一齊祈禱。天父上帝，我哋嚟到你施恩寶座面前，我哋感謝你今日提醒我哋敬拜要專一，以你為中心，
主啊，我哋承認我哋嘅心思意念好容易被生活拉走，好多時候將其他嘅嘢擺先過你。求你寬恕我哋嘅罪，亦都光照我哋嘅心，讓我哋睇翻清楚我哋究竟正係追求緊啲乜嘢。所以親愛嘅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哋喺忙亂裏邊可以停一停，安靜，刻意翻到你面前，將我哋生命嘅主權交翻俾你。要求你幫助我哋每一個將我哋嘅敬拜帶進生活裏邊，守住我哋嘅生活嘅界線，愛護我哋屬靈嘅群體，亦都唔會跟住世界嘅潮流走。願意我哋喺呢個星期裏邊用真實嘅行動去回應你嘅呼召，讓上帝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作主作王。我哋咁樣祈禱，立志係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好感恩，生命記繼續向我哋每一個人講說話。生命記未講完嘅，下個星期會繼續講。但願你翻屋企呢都可以呢研讀下生命記。我哋1章、2章、3章咁樣講呢，唔能夠每一節都講嘅，所以呢希望大家呢翻屋企攞你本聖經，乜嘢版本都得噶啦。你可以咧研讀一下生命記，消化一下神嘅話語，滋潤你嘅生命。喺一啲家事同大家分享之先呢，好想咧代表教會歡迎呢。如果你喺網上係第一次同我一齊敬拜嘅，我哋歡迎你。特別呢，你下個禮拜就可以翻嚟實體。亦都咧，如果你有一啲事好想聯絡牧者咧，你可以 email 俾我，或者打電話俾我。我哋教會嘅網站咧都有我哋嘅電話啦，同埋咧email address 嘅。喺啲家事咧，好想同大家提醒一陣間咧，其實我哋今日仍然有主日學嘅所以咧今日嘅主日學就會全部喺網上舉行。我哋呢個表咧就已經有晒我哋嘅 Zoom ID 同埋密碼噶啦。不過留意下《使徒行傳》嗰個係錯嘅我哋冇咗嗰班嘅咁其他嘅班咧嗰個 Zoom ID 同埋密碼都係啱嘅咁所以你如果係上唔到咧你可以咧去同我聯絡啦我盡量可以幫大家咧你要上課。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嚟緊咧喺新春嘅期間我哋今年咧就係冇粵語慶新春嘅晚會。不過咧，我哋喺2月14號咧新春嘅期間咧，我哋就推動咧我哋所有粵語嘅小組團契出到去中國城特別咧去配合咧中國文化中心舉辦嘅中國年宵攤位同埋表演。咁我哋會有活動啦，有攤位啦，有寫福音揮春啦，有攤位遊戲啦，有咧好多嘅紀念獎品。所以咧，我唔單止邀請咧弟兄姊妹嚟，最想咧弟兄姊妹就係咧邀請你嘅未信耶穌嘅親戚朋友嚟。咁我哋喺嗰度咧都有啲福音嘅，咁咧亦都咧我哋有表演啦，唔單止係我哋教會有弟兄姊妹表演咧一啲福音粵曲唱一啲新春嘅歌曲我相信有其他嘅機構咧都有好多精彩嘅表演。大家留意時間喺中國城咧。10點早上去到下晝4點，即係話呢段時候呢，大家呢幾點嚟都得嘅咁你留幾耐都得留晒全場又得幫下手都得請大家為呢件事祈禱同埋參與。咁第二呢，就係我哋英國短宣隊呢，會喺3月5號到3月16號會喺英國做宣教工作。咁大家知道啦潘牧師、潘師母呢。佢哋喺上年11月咧就去咗英國啦。咁佢哋咧有半年時間喺嗰度，所以我哋把握呢個機會咧，就同潘牧師合作。3月5號就會出發去到當地咧主領查經班啦，大學同埋中學生團契啦，家長嘅工作坊啦，大學生嘅團契我哋會帶一個佈道會啦。
咁啊，主日崇拜啊、帶敬拜同埋講道、教兒童主日學，最重要呢就係探訪關懷一啲呢喺嗰度呢好多香港嘅新移民家庭啊，嗰個城市有1000個新移民嘅家庭，所以呢希望大家代禱，亦都呢我哋2月嘅15號會有募款嘅活動。咁之前呢，今日呢就已經可以預訂我哋嘅菠蘿叉燒包啦、茶葉蛋啦。咁菠蘿包呢就配港式奶茶最好噶啦。咁如果你飲一杯唔夠呢，你就買埋港式奶茶嘅茶葉，可以沖8杯嘅，自己沖嘅。咁亦都呢有自家製嘅紙包蛋糕。嗱，由今日開始預訂呢，截止就係2月11號，攞貨就係2月15號。請大家呢，呢個 QR code 呢就可以進入嗰度啦，更加了解我哋嘅代禱啦，同埋呢我哋嘅工作。咁除咗英國短宣隊之外呢，大家都可以支持呢，就係巴西短宣隊嘅。佢哋咧亦都有募款，就係喺2月22號，即係呢再下一個星期。咁呢就佢哋喺4月1號到13號喺巴西嚟到做服侍啦。咁呢你可以支持佢哋網上訂購呢，廣東粽啦、合桃啦、咖喱魚蛋、菠蘿包同埋珍珠奶茶。我知道巴西嘅工作呢就係做幫夫妻嗰啲恩愛夫妻營嘅。請大家代禱同埋支持以上呢2個，特別呢即係都係我哋粵語人嘅即係參加嘅一個宣教隊嚟㗎。咁我自己呢都帶領英國短宣隊嘅，希望大家支持。咁另外呢，上次我都提過呢，就係我哋每一個月呢第4個星期三呢都會有教會嘅聯合祈禱會嘅。咁今年係特別啲嘅，因為我發覺呢，原來好多弟兄姊妹呢已經夜晚唔方便揸車嚟教會，或者呢有小朋友要照顧翻唔到嚟。咁所以呢，由今年開始呢，每一個月嘅全教會嘅聯合禱告會呢都可以網上參與嘅。如果你實體嚟呢，你就喺嗰一日8點鐘至9點半1月28號就喺第2期嘅 A140 室Constant Room 咧嚟到去舉行嘅。咁而嗰啲網上嘅呢，就請你呢睇住嗰個網上嗰個連結就可以參加㗎啦。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其實呢，我哋記得喺疫情期間呢，其實我哋都係可以喺網上參加。我哋發覺呢，網上參加呢就個人數呢就好多嘅。咁另外呢，就記住我哋嘅職稱嘅好消息小組福音聚會呢，仲有2次嘅，仲有2次嘅，就係31號同埋呢2月7號。琴日呢，我哋就因為天氣啦，就冇舉辦嚇。咁我唔知會唔會再舉辦多啲嚇。咁無論點都好，都係1月31同埋2月7號呢。希望大家呢代禱同埋邀請一啲未信主嘅朋友呢嚟參加。咁另外呢，頭先講啦嚇，講道都有講啦，粵語夫妻進心營。咁呢嗰個地點改咗嘅，原來嘉新園呢佢哋未 ready 俾我哋用，咁所以呢我哋會翻去Holiday Inn Express 嗰度呢，喺個 hotel 嗰度搞嘅。咁如果你早報名呢，早鳥報名呢就會收平啲，568蚊。希望呢夫妻呢嚟圈住呢呢個嘅日子啦，呢個嘅週末5月23到25號。好，我報告到咁多，我哋一齊起立，我哋一齊唱3一頌，將榮耀歸俾主。我一齊唱3一頌。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人，天使天君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門。我仍然站立，我哋用信心接受上帝嘅賜福，
但願三位一體、全能永在、獨一嘅主宰，幫助我哋每一個能夠專心愛你、專心敬拜你，拆毀我哋生命裏邊一切嘅偶像，使我哋專心嘅侍奉上帝，亦都將你嘅福音嚟到講傳，使榮耀歸於父神。更願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交通引導、隨時嘅幫助、完全嘅醫治，常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各位請坐。特別咧喺屋企咧，我哋咧休息一陣。你斟杯茶食個包咧，咁咧就預備一陣間一齊上網嚟到咧上我哋網上嘅主日學。希望大家天氣寒冷小心身體啦，同埋就算你要出街咧都要睇天氣嘅。如果咧你發覺咧需要幫助嘅，特別啲長輩咧歡迎咧隨時咧嚟到去聯絡牧者聯絡我，打俾我text 我，或者咧 WhatsApp 都得嘅。咁我哋小組組長、團契嘅職員、團長咧都希望大家咧去照顧你嘅組員啦，佢哋有咩需要咧都可以咧照顧關心佢哋。願神咧去保守喺寒冷嘅天氣咧，我哋透過互相嘅幫助嚟到更加感受到神與我哋同在。好，我哋而家可以散會，願神賜福俾大家。